短片呢個短片將蟲洞理論解釋得超簡單，仲有動畫演示，厲害！阿女，蟲洞理論？蟲洞理論嚟自愛因斯坦嘅廣義相對論。蟲洞係指存在喺宇宙之中，連接兩個時空區域嘅隧道。但係呢啲唔係大學嘅課題嚟嘅咩？有能力嘅人已經唔入大學啦。呢個論壇，天文、科學、人工智慧，甚至生物演化都有，比入大學讀課本有意思多。天宇，你係？我係心藝啊！你心藝？你啱啱出咗個新嘅 post， 裡面描述 MIT 物理學家 Jason 嘅最新研究，蟲洞唔單止連接空間，更加能夠傳遞平行時空嘅記憶流。天宇，你跟到嘅貼紙而家幾近㗎喎？我正努力研究平行時空。天宇，你嘅才智非同一般，呢個論壇入邊有呢啲層次人真係太少啦。天宇，好多人咧淨係以為你沉迷網絡，但係佢哋唔知咧，你用網絡學識咗物理學啊！網絡係無窮無盡嘅知識寶庫。我仲記得啊，上次大考嘅時候，你用網絡學識咗 DNA 嘅複製。網上教室比學校嚟得更有效率。華信老師 ，DNA 複製到底係點樣完成？咁多分子，憑乜嘢能夠準確複製？天宇，你睇下條 DNA 鏈，每個鹼基都有佢專屬嘅配搭。紅色 A 只能夠配藍色 T， 黃色 C 只可以配綠色 G 嘅咋。啊，就好似鎖匙同鎖咁，形狀唔啱嘅，根本就配對唔到。咁樣誤差就被規律限制住啦。你睇下呢個模板鏈，將每個鹼基配對就可以完整配出一條新鏈㗎啦。你試下。我明白啦，華信老師。新嘅 DNA 鏈係按舊 DNA 鏈嘅規律複製出嚟㗎。天宇，你嘅理解能力真係強啊！華信老師，多謝你啊！我喺你身上學到嘅比學校更多。天宇，你好聰明，大考應該考更高嘅分數先係㗎。考試一啲意思都冇。最近我喺論壇上面識咗個網絡朋友，佢啊係一個業餘嘅天文攝影師。佢影嘅星空相不知幾靚啊！係幾靚嘅，啲設備好專業喎，用咩影㗎？只需要終端晶片，再加啲後期處理。佢仲教我 P 圖添。麗影，天宇，睇下，尋日影㗎，尋日嘅獵戶座咧特別清晰啊！你有冇影到啊？麗影，你影得好靚啊！點解每一次天空出現星象奇觀，你都可以及時捕捉得到？多謝你啊！只要你俾心機，你都可以㗎。話時話，你有冇試過用濾鏡2000去影銀河啊？啊，我教你調色嘅秘訣，包保你之後影嘅相一定點讚破萬啊！哇，你識咁多啊！其實我當初都好似你咁㗎，咩都唔識，自己慢慢喺網絡上面學，咪識咯。同埋其實只要喺網絡上面肯花時間、肯花心機，你之後咩都識啊！
啊，話時話，你咪有條科學短片想拍嘅，你個 idea 好好啊！你之後拍好第一時間話俾我知，我一定做你嘅 first like。現實世界太多規則，太多限制，網絡世界冇限制，只有自由。我真係好想永遠留喺網絡嘅世界啊！永遠留喺網絡世界。我最近拍咗一條短片，係用橡膠膜類比蟲洞理論，一日就有5000個 like 啦！哇！呢啲係你影㗎？當然，用橡膠膜類時空彎曲嘅概念，希望今次嘅點讚會有5萬。媽媽都俾你嘅短片吸引啊！最近我拍嘅短片都有4萬個 like， 見到好多人留言，我越嚟越多 followers 啦！天宇，啱啦！你呢條蟲洞影片用橡膠膜模擬時空彎曲嘅概念，我睇咗10幾次啊，真係好精彩啊！我已經分享咗俾我啲朋友啦。多謝你啊，啱啦！天宇啊，我係你嘅鐵粉嚟㗎。每一次咧，我都睇咗你啲片好多㗎。由你上一次嘅第一條片量子力學到光速同呢條蟲洞影片嘅，我都睇咗10分多次。同埋我已經唔係淨係 follow 咗你少過1個月，但係咧我都已經將佢哋分享俾500個朋友啦。500個？呢個元宇宙模型遊戲超用腦啊！媽，你都玩翻局啊！元宇宙模型、網絡遊戲，媽媽隻手又慢個腦又慢，我都係咧用手機睇翻啲短片就算啦。有冇自己玩啊？女啊，女！你的女兒天宇已進入數碼王國，好一段日子不會回來。咩啊？天宇媽媽，你好，我係數碼王國嘅星雲。你要到數碼王國揾你個女天宇嗎？數碼王國？數碼王國係數位化嘅世界，係人類未來嘅歸宿。天宇要喺數碼王國構建元宇宙。咁我要點樣進入數碼王國啊？我可以將你傳輸到數碼王國，程序好安全。網絡存在好多詐騙，為咗你個女天宇，你要盡快做決定。好，我同你進入數碼王國，準備接受傳輸。3、2、1，傳輸。數碼王國，數碼王國係年輕人熟悉嘅世界，卻係你哋最陌生嘅地方。好啊，你去揾你個女天宇啦。現實世界仲有好多人需要我嚟傳輸嚟到呢度。星雲啊！我個女天宇點解會嚟到啲咁嘅地方㗎？又有家長嚟咗數碼王國，你係邊個啊？我係和子媽媽，同你一樣跟隨星雲嚟到數碼王國揾我個女和子㗎。我個女和子咧係一個了不起嘅數碼天才，而家喺數碼王國入邊擔任資訊架構嘅工作。太好啦，和子媽媽，我係嚟揾我個女天宇㗎。我已經留咗喺呢度5年，星雲同佢嘅黨羽喺數碼王國入邊稱之為數碼代理，佢哋無時無刻咁樣將人傳送嚟到呢度。我喺呢度5年，只能夠喺呢度等。我個女天宇用網絡學習、探究、做短片、整網站，係都係做正經事啊嘛。我天宇，我記得你個名，我都有見過你個女㗎。天宇都有提起過你，天宇仲話佢識和子㗎。星雲將佢哋分佈喺唔同嘅地區工作，天宇喺第4區，和子喺第6區。第4區？第4區係真假之塔，充斥住好多虛假嘅資訊。
和子媽媽，我哋一定要將個女帶翻屋企啊！係啊，呢度有好多家長都想將小朋友帶翻去。我哋要加油！咁我哋就要由第1區穿越到第4區。呢一個係數碼王國嘅多功能定位系統，只要輸入你個女個名，我就可以帶你去到天宇所在嘅地方啦。歡迎嚟到數碼王國，祝你哋順利過關。路標？唔通我哋要通過呢一關，我哋先可以去下一個區域？冇錯，數碼王國嘅原則都係根據人嘅喜好而設定。人中意過關，中意成就感，中意升 level 嘛。路標，視頻學習影片比學校課堂更好，真定係假？各位觀眾，不如你幫下我哋啊！究竟呢條問題係真定係假啊？各位觀眾，我係錢 Sir。嗱，而家個問題就要問你，視頻學習影片比學校課堂更好，有邊位就想得到呢個 MU 精美嘅禮品呢？你就舉手啦。好，問下先，又要俾小朋友答啊！好，睇視頻影片學習比學校嘅課堂，即係由老師教更加好，係你答啊！講下原因先。你，哎呀，我好彩我夠瘦。係，你係邊位？我叫黎聰。賴依聰，好。阿黎聰，好。阿黎聰同學，你覺得係睇視頻好啊，抑或聽老師講解好？聽老師講解。係啊，點解咧？可唔可以講啲原因呢？因為老師有詳細嘅解釋。視頻有冇？冇。佢支持呢個老師講解喎。咁我哋咧答得咁好，我又係老師，咁我梗係佢支持我啦，即係。紀念品。不如我哋又問下現場嘅觀眾啊！如果覺得呢條問題視頻學習影片比學校課堂更加好，如果覺得係嘅話請舉手。如果覺得唔係嘅話，又請你舉手啊！大部分都係話唔係喎。好，我相信觀眾，我覺得呢條問題係唔係嘅。答對。太好啦！假，視頻可以輔助學習，但學校課堂才提供系統性的框架，可以進入第2區。你哋去嗰邊啦。喺嗰邊啊！路標，社交平台嘅網友只要傾得埋，見面做朋友都無妨啊！真定係假？天宇媽媽呢一題，我覺得咧呢題唔好再打壓觀眾啦。根據我嘅經驗咧，我覺得係啱嘅。答錯。網友身份無法核實，與陌生人獨自見面，存在真實的安全風險，感情用事，令你判斷失誤。點算啊？返回第1區。第1區。又翻嚟第1區啦！歡迎你哋翻嚟第1區啊！路標，喺網絡上面分享生活細節，去邊度玩，有啲咩煩惱都好舒壓，真定係假？各位觀眾，不如你又幫下我哋啦！我唔想再錯啦。究竟呢條問題係真定係假啊？係啦，喺網上分享生活細節，係我今次要問啲大啲嘅人先。我問何書志校長，咁喺網上分享生活細節，其實都係好唔錯啊，係咪？你點睇呢？其實都係唔錯嘅，不過要小心，因為咧網絡世界咧係高 public 嘅，咁所以咧你唔排除有一啲嘅危險嘅人啦，或者係心懷不軌嘅人咧，會利用你啲資訊，咁就會對你不利啊！咁所以都要小心。好多謝何校長。好，我哋又問下現場嘅觀眾，如果大家覺得喺網上分享生活細節，喺邊度玩，有乜嘢煩惱，好舒壓，係啱嘅話請舉手。如果係唔啱嘅話請舉手啊！全
全部都覺得係唔啱啊！不如我哋再一次相信觀眾，我覺得呢條問題咧係唔啱嘅。答對。太好啦！公開個人資訊，反而讓人有機可乘。網絡欺凌、詐騙接踵而來，帶來的壓力遠比分享前更大。你哋去嗰邊啦。可以進入第2區。和子去咗邊啊？和子嘅媽媽俾你傳書嚟到數碼王國，佢想見和子啊！你俾佢哋見面啦。和子係的確喺數碼王國呢度。和子係不可多得嘅資訊架構人才，對住數碼王國嘅資訊架構發展，將要作出好大嘅貢獻。和子嘅媽媽為咗揾到和子，所以嚟到呢度，你俾佢哋見面啦。天宇，和子正全程投入緊數碼王國嘅資訊化嘅發展，佢媽媽會打亂佢嘅投入㗎。天宇，和子咁優秀嘅人才，時間同精力唔應該浪費喺毫無意義嘅情感上面。嗰個係佢嘅媽媽，佢為咗揾到和子，先俾你呃咗入嚟數碼王國呢度。你控制住數碼王國嘅好多人，仲控制住數碼王國嘅和子。控制？天宇，和子係咁優秀嘅人才，佢呢個選擇都係佢選擇嘅。我要自己問和子。天宇，你都係繼續留喺你嘅第4區啦。呢個第4區喺王國入邊最複雜嘅區域，冇我批准，你以為你可以離開咩？唔好高估你自己。你係驚，你驚我同和子見面，你知道我同和子聯手，仲要破壞數碼王國嘅一切。你個觀念太落後啦！和子選擇留喺度，係因為佢明白現實世界唔接納佢，睇唔起佢，唔俾佢發揮。我哋有自由，我哋唔係你棋子，我哋鐵家人。數碼王國倡導進化，人類嘅情感只會阻礙自身嘅進化。我知道和子一定會企我呢邊反抗你。天宇，你都唔知你自己挑戰緊啲乜嘢。我星雲已經超越一般嘅人類。路標超過半數喺數碼王國嘅人都係沉溺網絡遊戲嘅沉溺者，真定係假？呢條問題究竟係真定係假？不如觀眾你又幫下我哋啊！我哋話咧，網絡沉溺者大多數係打網絡遊戲嘅啫，係有冇？你哋覺得係唔係？陳雪兒咧，你答啦。個題目就係網絡沉溺係指網絡遊戲。唔係啦，我諗而家大家可能地鐵啊、搭巴士都成日掛住望部電話，唔望下世界啦，所以我諗網絡沉溺者唔係淨係玩遊戲嘅，沉迷 social media 都係。我覺得咧，觀眾講得好有道理啊！不如我哋再投票多一次啊！如果你覺得係嘅話，請舉手。如果你覺得唔係嘅話，又請舉手啊！唔係嘅係大多數啊！好，我哋再次相信觀眾，我覺得呢條問題係唔係嘅。答對。太好啦！
尋溺網絡不只限於遊戲、社交媒體、短視頻、創作平台，每一種都能令人尋溺。你可以進入第3區。羅標，如果人類能更依靠 AI，就容易取得成功，係真定係假？各位觀眾，最後一題啦！如果呢條問題我答中咗嘅話，我就有機會揾翻天宇啦。不如你哋再一次幫下我哋啊！究竟呢條問題係真定係假㗎？我要問教授喎，你今次如果人靠 AI 好緊要㗎嘛，咁會咪容易成功啦？教授，用 AI 容易成功 ？Partially true 咯，因為係會幫到我哋，但係都仲需要我哋人類嗰個思考啊、道德判斷啊等等呢啲都好需要。好，我哋俾掌聲教授同埋頭先所有嘅仲有紀念品，不過呢個紀念品係 MU 嘅，係啊。好啦，各位觀眾，我哋嚟最後一次投票啦。如果覺得呢條問題係真嘅話，請你舉手；如果係唔係嘅話，請你舉手啊！好，最後一條問題，我哋再次相信觀眾。我覺得如果人類再度依賴 AI， 或者係咁依賴 AI 嘅話，我哋人類係唔會進步㗎。好，我覺得呢條問題係錯嘅。答對。太好啦！我可以攞翻天宇啦！ AI 能提升效率、激發創意，但其運算依賴數據，而數據可以存在偏差，甚至被人為操控。真正的成就，仍需要人類自身的判斷與堅持。AI 是助手，從來不是主人。你可以進入第4區。喺呢邊啊！天宇，我親愛嘅朋友，呢個元宇宙模型近嚟都冇咩進展喎。乜嘢係愛？乜嘢係親情？你近嚟已經停落嚟思考重要嘅事情，你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。愛、親情既冇辦法量化，亦都毫無邏輯可言，係無聊嘅情感問題。呢啲係真實嘅星雲。我嘅媽媽愛我、關心我、願意為我付出。我好想探索點解人願意關懷別人，甚至為人犧牲。我好失望。你作為追求知識同真理嘅探索者，卻浪費時間思考情感，嗰個係人類脆弱嘅本能，毫無意義。我哋 AI 比人類堅強得多。AI？ 請問你係 AI， 唔係人類？我係 AI。咁好啊 ！AI 係人類嘅好幫手，你幫我。關心我想思考嘅議題啊！天宇，你冇思考情感嘅問題。你咁野蠻，你只係 AI 咋，你冇資格命令我。今日嘅 AI 已經比人類更加接近真理。人類就係有情感，阻礙咗自身嘅發展。真正有意義嘅係應該好似我咁，追求純粹嘅理性同效率。AI 係應該為咗服務人類而存在，而唔係支配我哋嘅思想。AI 早已經超越咗人類啦。人類只要按照我哋嘅計劃，就可以得到幸福。計劃？你有咩計劃啊？我已經繁殖咗無數嘅 AI， 每一個 AI 都比人類高效強大。而人類越嚟越依靠我哋 AI， 唔使10年、5年咋 ，AI 將會完全統治人類，人類將會為我哋定下落嚟嘅秩序生活。點解會有人入咗去第4區嘅？係天宇同和子媽媽。係我媽媽，我要見我媽媽，我掛咗媽媽。你數碼王啊，只可以見到佢嘅父母，永
會破壞數碼王國嘅。我要徹底摧毀第4區。嚟，將我帶到第5區。呢個第4區實在太大啦！天宇究竟喺邊啊？定位系統顯示天宇啱啱仲喺第4區呢度，但係而家消失咗。呢度有好大嘅干擾信號啊！發生咩事啊？第4區嘅結構正喺度崩壞，星雲發現咗我哋，想阻止我哋離開第4區。和子媽媽，呢度啲屏障好堅固，打唔爛嘅。定位系統顯示呢度有一條通道可以去到第5區啊！第5區通道你快啲入去啦！ 9、8、呢條路只係一個人通過10秒就冇㗎啦，快啲入去啦3、2、1，通道關閉。第6區嘅數據突然之間變到好混亂，看守我啲 AI 全部唔見晒，所以我先至有機會跑到嚟第5區咋。依家呢，我將第5區嘅數據破壞緊啊！星雲暫時揾我唔到㗎。呢度只係暫時安全，所以我哋要捉緊時間完成我哋嘅計劃。咁你有幾多把握啊？星雲係好強大，但係如果我哋咩都唔做，數碼王國嘅所有人，連同現實世界嘅人，全部都會淪為佢嘅奴隸。和子，星雲嘅力量比我哋想象中仲要強大。佢唔單止操控住數碼王國嘅人，連現實世界裏面嘅人類都俾佢吸引入嚟數碼王國啊！星雲嘅核心控制系統雖然強大，但唔係無懈可擊。過去嗰幾年，我一直都喺第6區設計王國嘅數碼核心架構。我發現咗佢個弱點。係乜嘢弱點啊？如果我哋可以揾到個關鍵點，將情感數據注入佢嘅系統，佢嘅系統就會崩潰。情感數據？星雲係 AI，佢嘅存在基於邏輯同埋數據運算，佢冇辦法理解人類嘅情感。係我記得啊，佢成日一句説話掛喺口邊，情係冇意義嘅垃圾數據。佢仲成日阻礙我哋人類互相接觸。佢話驚我哋產生情感而影響工作。你有冇諗過星雲自身係好驚情感？我估人嘅情感可以干擾，甚至破壞佢系統入邊嘅運算核心。我哋喺佢嘅核心控制系統入邊注入大量嘅情感數據，令到佢嘅系統徹底崩潰。核心控制系統位於數碼王國第0區。嗰度係成個數碼王國保安最森嚴嘅地方啊！弊啦，星雲已經發現唔見咗我哋，佢仲派咗數碼代理四出搜尋，好快就會揾到我哋啊！和子，我會全力以赴㗎，但係要點樣先有足夠嘅情感數據啊？我哋之間嘅友誼咪係咯，但係好似仲未足夠啊！突然大幅上升，已經足夠破壞星雲嘅核心控制系統啦。點解㗎？我諗媽媽對子女嘅情感比朋友更加強大啊！我都覺得係啊！
和子、天宇，你哋真係讓我失望。我咁用心栽培你哋背叛我。我哋有自己嘅自由只會為人類帶嚟混亂，我先可以為人類帶嚟秩序。數據風暴！好，等我徹底封鎖第5區。緊急！第6區高溫，馬上搶救！緊急！第6區高溫，馬上搶救！點解第6區會高溫㗎？召喚數碼代理兵團搶救！第6區嚴重事故，情報顯示破壞者名叫曉琪。緊急！第6區高溫，馬上增援！曉琪，嚟！我哋到第6區增援。曉琪，和子係你媽媽救我嚟第5區㗎。我阿媽喺第6區破壞，支援緊我哋啊！天宇，快啲將情感數據輸入嗰3台核心控制系統，我要去支援我阿媽。我會努力㗎。呢度就係星雲嘅核心控制系統。呢個就係和子講嘅3台核心控制系統。等我哋快啲將情感數據注入核心控制系統啦！天宇，我哋快啲去第2台核心控制系統度啦！天宇，我哋將下一台咋？想破壞核心控制系統冇咁容易。天宇，將你手入邊嘅垃圾情感數據俾我。情感唔係垃圾啊，係人類嘅核心，人類嘅力量啊！你哋 AI 冇辦法理解㗎。星雲，阿女，和子媽媽，你哋唔係被封鎖喺第6區嘅咩？星雲領導，和子已經改動咗第6區嘅資訊架構，而家將我哋成個數碼代理兵團困住咗，等我哋行到出嚟咋。和子，不愧係資訊架構嘅天才。唔緊要啊，4位人類既然入得到嚟數碼王國嘅第0區，入得到嚟就出唔到去㗎啦。數碼代理，一齊用我哋 AI 新研發嘅虛擬情感迷宮嚟招呼呢班人類啊！天宇，和子妒忌你喺元宇宙咁受歡迎啊！我知啊，我一直都知啊，和子，哈！和子，天宇妒忌你係資訊架構嘅成就。我知，我一直都知啊！天宇就咁乞人憎啊！天宇，你阿媽對你一直都好失望啊！以你呢個女為恥啊！媽媽唔明白我嘅成就，我憎佢啊！和子媽媽，你個女和子姐先至叫你留喺數碼王國已經5年啦，係一啲生性都冇啊！天宇媽媽，你個女天宇姐先叫你失望，你去收拾佢啦！我係唔會對我個女失望嘅。我都係。天宇，和子，媽媽，我哋快啲將情感數據注入最下一台嘅核心控制系統度啦！阻止佢！媽媽，媽媽，天宇，發生咩事啊？媽媽，我哋喺數碼王國度翻咗嚟啦！你講咩啊，天宇？媽媽，對唔住啊，我成日沉迷網絡，忽略咗你。唔緊要，我知道，就算網絡嘅世界再精彩，
都係現實嘅媽媽最好。